Namaliga Samalya Doma, Jashive, some Joshua the subject. 首先问候大家，吉祥如意，扎西德勒。那么今天是第3天的课程。之前课程中提到，要讲解这个密乘的源流之前，必须要先知道佛教的源流，或者说佛教的历史。因为密乘可以说是佛教的其中的一个部分，一个支分。那么要了解佛教的历史，要了解佛教，首先就要知道这个佛教这个诞生的出生的地方，也就是印度。所以我们要对于印度这个地方，还有印度的文明，要有所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对整个这个印度的文明，对这样一个最根本的根源了解的话，那么当在谈到密乘的时候，你就比较有一个有所本有所依。那我觉得这是在修持密乘很重要的一个对于修持密乘是很关键的一些认识。然而在各个寺院，藏传的各个寺院当中，就现代的很多的学习知识，譬如说现代学校一般教育里面谈到的一些内容并没有学到，像是历史各方面在寺院当中并没有特别教学。所以这一次我准备这个课程比较是像学校里面在讲解历史一样的来讲解，所以相信各个寺院各位僧众们可能在听起来会有点困难，或者说不太熟悉跟传统一般的方式不太一样，不太熟悉，无法理解。但是如果我们一直不接受这些知识，不学习的话，那我们寺院当中的有关历史的这方面的教学，还有关现代教育的一些知识、一些方式，如果没有认识或不关心的话，也是不行的。这是很重要的，要关心，要注重。尤其我觉得寺院要跟得上时代。很多寺院我发现他们没有办法落实现代的一些教育，那么未来跟现代社会的一些人相处的时候，会有点显得格格不入，在跟现代社会的人士相处的时候，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这也是我这一次比较刻意的，就是多讲一些，或者说都符合现代的一些方式讲解这些历史。所以希望各位僧众们呢，能够了解这个我的一个用心。好，接下来我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那么在之前课程谈到印度的文明呢，可以分为4个时期。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印度的文明是很长时间的，上千年的，
很难一下就这样如果分得比较细一点的，比如说4个时期来讲解的话，会比较讲得清楚。那么，所以今天已经讲到第2个时代，也就是吠陀时期、吠陀时代。吠陀时代又有分为时代早期、吠陀早期跟吠陀晚期，这是因为吠陀时期本身时间也很长，所以如果不分2个时期早晚来讲说的话，也很难说得清楚。所以在了解吠陀时代早期，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就是在吠陀早期的时候呢，就是由雅利安人，他们可以说建立起吠陀的这样的文明。但是在早期的时候是还没有文字的，还没有形成这个文字的，就书写的文字是没有的。但是雅利安人最开始是有语言，就口头的语言是有的。之前有提到，从中亚他们进入到这个次大陆到印度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有自己的语言，有他们的一个母语。到了印度之后呢，慢慢就有这个，就变成是在讲说一个叫吠陀语。那吠陀语逐渐的就发展成为之后的梵语。这是一些学者他们研究有这样的一个语言发展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梵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概是在西元前第7或西元前第6世纪的时候发展出来的一个语言。那我们现在谈到吠陀时代早期，这时候还没有文字的形成，所以那时候的吠陀的，比如说这些文明、这些文化知识，都是靠口耳相传的了。因为没有文字所以只能透过口耳相传这样来传递下来。那如果我们去了解吠陀时代的历史的时候，能够研究的、参考的吠陀时代的历史资料是什么呢？就是叫离句吠陀。在那个时代就只有离句吠陀的，要了解那个时代就只有参考离句吠陀这样一个典籍。这部典籍当中记载了什么呢？这里主要记录了雅利安人的历史，譬如说，当时他们是定居在旁遮普的，也就是这些定居在那里的雅利安人他们的历史。那里面甚至也有谈到有关战争，也一些王朝的兴衰还有文化发展的这些轨迹都有。那么为什么叫做吠陀呢？在梵文叫 Vedic， 就是吠陀 Vedic，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名词。而在吠陀文学当中，这有刚谈到离句吠陀，它是在吠陀的文学典籍当中呢，最
根本也最早期的一部著作。事实上，真正的吠陀文学哦，它包含了很多文献、很多内容的。就像之前提到过，要了解古印度，或者想要了解西元前，比如说5世纪以前的这些历史哦，是没有什么历史的，是没有什么文字的记载的。当时只有什么呢？如果想要了解这个印度前5世纪的历史，就只能靠这些吠陀的典籍，这就叫宗教的典籍。还有呢，2部史诗。宗教典籍是什么？就是吠陀文学。2部史诗是什么呢？就是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所以这些文献可以说是我们了解古印度的文明，还有他们的哲学、他们的思想，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透过这些文献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这个大概的讲一下吠陀文学到底是什么。所以就像谈到刚刚说吠陀就是 Veda 这个词。那这2个字呢，它的意思是很多的。昨天呢，西里个团俩主乐明白，但西里个团的主乐明就是啥呢？那吠陀这2个字最主要的代表的意思是智慧。所以吠陀这2个字最主要代表的就是智慧，或者说叫知识，智识。所以当时这些吠陀的，也就是婆罗门他们相信呢，这些吠陀呢是那些诗圣这些圣者诗的圣者，也就是仙人他们受到神的启示而讲说出来的。像是藏族也有这样，有时候他们放牛放羊到一些地方去，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可能是湖边河边，结果睡着了，然后就梦到了像格萨尔王的一些内容，然后醒来之后回到家，几天然后他就能够说出这个格萨尔的这样的故事，而且他甚至都不用去思想，就好像是播放录音一样的，就讲说出，而且就讲说出这样的格萨尔王的诗歌《格萨尔王传》，而且字字是清楚的，他完全可以背出
可以说一本一本的这样子的格萨尔王的这些传记，所以吠陀这里也是这样啊，他们会说这些吠陀的内容啊，它是受到神的这种启示而自然唱诵出来的内容。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如果能够学到这样的一个吠陀的话，那么就是学到了神的启示而说的内容，也就能够增进他们的这种智慧。那么这个吠陀广义来说，也称为可以说叫吠陀的文学。所以吠陀的文学主要有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所以就是赞歌的部分，这就是可以说吠陀的本集，也就是它最主要的这个部分。第二个呢，就是叫神传，就是梵书。那么第3个就是奥义。那也就是这个奥义书。那这里我都只放梵文，因为藏文还没看到有这个的翻译。那我们通常所说的吠陀呢，比较主要特指的就是第一个部分哦，就是赞歌。所以第2、第3神传跟奥义书，就是对于赞歌的一个像是注解一样。像是神传呢，比较像是一些仪轨。那么奥义部分比较是吠陀的哲学思想。所以总之谈到广义的吠陀文学就是这样的3个部分。那么但吠陀的可以说就是最主要的部分是什么？就是赞歌哦。它比较像是一些就是赞歌这样。所以后来学者称之为叫做吠陀的本集。那可以说这样的吠陀本集哦，它包含后面有4个部分哦。那这就是古代印度婆罗门教最早的一个经典。那么像藏族，小时候我们在学习这个诗词的时候，就有提到吠陀这样的词，吠陀的典籍等等，所以可能在做僧众们你们有听过这样的4吠陀。那么这样的4吠陀是哪
四个呢？第一个就是离聚吠陀。那离聚吠陀是四部吠陀当中最古老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梵文就是 Rig Veda。第二个吠陀称为叶柔吠陀。那这部吠陀当中又包含了白书和黑书两个部分。所以有这样子的白书跟黑书两个部分。第三个称为什么呢？叫做梭摩吠陀。第四个就是阿塔婆吠陀。那第四个这个吠陀是这个四吠陀当中最新的一个部分，就是最后完成的出现的吠陀典籍。那么世人呢，一般人还有当时很多印度人就这样子称为四吠陀并且将它这四者看成是一个彼此没有办法分离的一个圣典。但是从历史来看的话，其实四个吠陀它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还是有前后之分的，有本末的这样子一个分别的。而且在实际的内容上彼此也是不相同的。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四吠陀他们的形式基本上还有原理都是相同的。所以四部吠陀之间彼此是具有一个这样一种互补的关系的。譬如说某一部吠陀不清楚，你可以参考其他几部吠陀来补足来解释。所以这四个吠陀可以说是在几百年间慢慢逐渐形成的，并不是同时出现的。所以四吠陀并不是一般人以为是某一个人就在同一时间就写出这四个吠陀，不是的，它有这样子的几百年当中慢慢的形成的。所以在早期吠陀的时候呢，那个时代早期的时候，吠陀文学就只有离聚吠陀。那这个成书的时间大概是西元前1500年到前1000年这样子的，那时候出现的。那离聚吠陀的内容是什么呢？最主要是赞歌，也就是赞颂这个神的这样的一种赞歌。
所以它是由这样1000章节的赞歌组成的这样一个典籍。那它的颂文有多少？有10000个这样子的颂文。那整部书呢是有10卷。那么就像最开始跟大家讲，在早期吠陀时代还没有文字，所以在当时最开始出现离句吠陀的时候，并不是文字版的，而是呢这个口头上的传颂的，也就是要背下来，然后呢再口耳相传下来的。就像是我们藏族一些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可能没有学过文字，但是他们也能够背出比如说21度母赞等等。那这是因为他们的可能父母亲教了他们，所以就算不是字，但是呢就能够背出这个21度母赞。但是呢，藏族跟这里谈到吠陀当时口耳相传还是不一样的。当时呢，吠陀的这些为了口耳相传，他们为了要清楚的口耳相传，把这些吠陀内容传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梵文它是非常精确的、非常清晰的一个文字或者一个语言。所以呢，离句吠陀这些论点要传递的时候，他们是字字清楚，咬字也清楚。所以你从梵文的整个文字的结构或者它的发音等等，可以看得出来是很特别的。所以这个跟藏族有的时候这样子口耳相传，有时候这个念的也是不清不楚的，不是这个样子的。印度当时这个是非常的用词也好，唱诵的形式也好，念诵的文字，就是咬文嚼字上都是非常的要求很高的，很清晰的。所以总之呢，谈到吠陀文学，尤其离句吠陀刚开始并不是文字版的，而是口耳相传的一个版本。所以到了晚期的时候，才真正的结集，然后撰写成为文字。所以可能口耳相传的时候，有些还是有些出入，所以最后有这样的结集编撰。所以到了晚期，吠陀时期晚期才成书。所以我们从这个意境三藏，这大概是第7世纪的，他在7世纪末的前后到了印度去。所以他在就是意境三藏这位大师，他在《南海寄归传》当中就有提到说，咸悉口相传授，而不书之于纸页，没有聪明婆罗门诵思10万颂。这是意境三藏到了印度，那时候就发现，当时很聪明的这些婆罗门们，他们是会诵出，就是会背诵出来。所谓的诵这个词是指说它是背出来的。所以一般我们说课诵，好像是以为你要看着经书然后叫课诵，其实不是的。课诵这个词是印度当时就有的诵，课诵的诵，它其实是背诵的意思，就是你不看文字不看经书，背诵出来。所以当时就说没有，就是都有，很常有这个聪明的婆罗门就背诵出这些内容。所以提到他们是很聪明的，他们这些婆罗门甚至能够诵出10万颂的。10万颂是多少呢？大概
可以说大概是你可以把大般若经背下来吧，可以背出来吧。因为大般若经我们一般就说10万颂嘛，换句话说，你可以背出整部大般若经。当然，这不是说所有婆罗门啊，你可以看到这里记载说是没有聪明的婆罗门能够背出来。所以过去印度很注重背诵，在藏族也会强调，佛教认为说你要背下来，背出别解脱戒经，别解脱戒经要背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藏族也很强调背诵这件事情，这也是传承自印度的。我觉得这是很有用的一种方式。因为你看印度当时之前提到过，受到很多外族的入侵，像是伊斯兰族等等的入侵等等。那这些外族一来，就是你把你这些经典烧掉。但如果你背下来的话，除非你是被杀了，但你都记下来，这还是可以传递下去。所以过去来讲，背下来是很重要。尤其在律典当中也强调说，如果你对于各种的戒律、一些行为，你有背下来的话，你自然就能够有所依据，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然，如果你总是要看经典才能够想起来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话，那这样是不行的。每次都要想，等一等，我要先去看看经书，这样是不行的。所以是要背下来啊，这一段是附带提到的。总之呢，讲回来，这里谈到离俱吠陀呢，是4吠陀当中最早的、最原始的，也是4部吠陀当中最根本的。那内容主要是什么呢？也就是雅利安的这些诗人啊，他们赞颂这些天然的各种诗，大自然的天然的各种诗句记录，所以也可以说赞颂神。那因为其实那时候就是赞颂这些地水火风大自然，其实就会认为这是地神、火神、水神等等，这是他们讴歌赞颂天然自然的这种诗句。而在其他3部吠陀当中啊，都有引用这个离俱吠陀的内容啊，所以可以知道说它是最根本的，所以非常的重要。这可以说是印度的文明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宝典，就是离俱吠陀。而且从印度的，如果你要了解印度的宗教、印度的神话，在宗教学、神话学上想要去研究的话啊，离俱吠陀也是不可欠缺的一个文献。而在19世纪德国，他是一个对于印度哲学史精通的这样一个史学家，他叫做多伊森。那这位德国学者多伊森，他就说呢，如果不知道离俱吠陀的话，无法与其谈论宗教。换句话说，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离俱吠陀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跟印度人谈论这个印度宗教，或者跟其他人谈论所谓印度的宗教的。所以讲这段话是有意义的哈。因为只要你谈到有关宗教、神话这些
所有内容可以说最主要都是从离聚吠陀这里开始的。那么这样一部离聚吠陀这么重要的话，那是谁写的？那这里我们要知道的哦，就是在吠陀早期，那个时代还没有这种阶级制度，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祭祀，都可以赞美神，向这个神祈请祈祷。所以什么人都可以来做这样的祈愿的，不像是后期哦，有阶级制度之后，只有某些种族阶级的人才可以祈请。虽然这么说，但是有些人呢，就是赞颂当中的这些人，还是有一些人他是异于常人的，就是他的才能也好，他的学识也好，是特别的好的。所以在这么多赞颂的神的这些人当中呢，这个离聚吠陀的主要的作者就是这些异于常人的这些赞颂者。所以当时呢，就有一个就称为叫七圣，7个圣人，就是有7个人，7个圣人，据说是他们所，或者说7个圣人，7个仙人。但是呢，现在的学者会认为说，也不是指7个人就写成的，或说成的，而是呢，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不停的这个结集，然后慢慢很多人代的人撰写下来之后结集而成的一个集录。尤其在古印度，比如说他们的同族哦，常常是同一个族的。比如说7个仙人当中某一个仙人，他这个同族的人都会之后也都会不断的在增补一些内容，但是他们用的都是最早的那一位的名字，所以他们是很多同族所赞的结集起来，但都只算一个人。但总之呢，他们会认为说是由7圣这样7个人，或者说由他们的很多的同族很多人代代相传不断的结集而所成的这样的赞歌，或者说汇集而成的一种集录。而总之这7圣呢是备受尊敬的，因为这7个圣人7个仙人，他们有点像这个降神一样的被神这个附体一样讲出这些内容，有点像格萨尔王讲出那些讲出格萨尔王的这些内容的人。所以呢，他可以说是作为了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媒介所以特别备受崇敬。所以这些圣人呢，也被称作叫仙人。所以仙人这个词是这样子使用，在那个时候是这样开始用的，称为这些圣人。
所以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哦，每个人都可以祭祀，比如说都可以礼赞，也有一些特别的祭祀活动啊等等。然而呢，像刚刚提到特别的祭祀活动的时候，就会需要一些比较有经验的、更专业的这些叫祭司哦来执行。举个例子来说，当时的国王啊就会请这个叫做上师，或者这个词应该叫 purohita， 就是帝师，就是皇帝的帝师哦。所以国王呢，总之会请这样子的特别的专业的这样一种帝师或者说祭司。当时的国王都会有各自的这样特别的一些祭司，所以这样的一个帝师，这样一个祭司，不是随便的人，他都有自己特别专业的、特殊的一些能力，所以由他们来代替国王啊，来向神来祈请。还有在军队当中，也有特别为了这种祈祷这个降服各种敌人的这种祭司。所以就像那个时代，什么人都可以祭祀礼赞，但是在一些特别的祭祀活动时候呢，也会引请一些特别的祭司来做这样的仪式。所以慢慢，这种有特别分类职业类型的这种祭司哦，就成为了后来的叫婆罗门。所以这些婆罗门就是特别专精于某一个类别的这种祭司，然后所以后来这就成为婆罗门哦，然后婆罗门这样的一个阶级哦就出现了。所以开始那个萌芽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然后慢慢就有更多的这些阶级的分类，所以当时吠陀早期并没有现在的印度的阶级制度，但怎么开始的，就是在这个时候这样开始的。同时呢，讲到祭祀哦，那么在这时候，吠陀时代早期，其实也没有寺院、寺庙来做祭祀，甚至呢，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说好在这里来做祭祀，而且连神像是都没有的。各种塑造的神像那时候是都没有。然后呢，那些赞颂做吠陀赞歌的这样的这些仙人圣人，可能你会觉得听到他就是一个跟一般人完全不一样特别的圣人，其实并不是，他和一般人也差不多，有家人，有家庭，也有财产。所以那时候很多这个家庭里面的一家之主哦，比如说可能是一个父亲哦，像是一家之主，那他同时呢，又是他就身兼很多责任，比如说他又有僧人的责任，就是说这种赞颂的责任，他还有
这个叫做，比如说战争的责任，就是身兼了僧，还有士，然后还有农，就这个的各种职责。所以当然后来你会看到这些就是阶级制度的分类，但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常常是一个人，就一家之主，他就必须要身兼，就又要赞颂，还有这个耕种，所以这种祭祀啊，还有士啊，还有农各种这些责任，他都必须要承担的。那么之前谈到说，离居吠陀是由7个圣人或者7个仙人所做成的。那么7个仙人当中，其中有2位是最为优秀的，其中一个呢叫做毗舍密多罗，也叫做众有仙人。另外一个叫婆西多。那这2位呢是最优秀的，7个人当中最优秀的。在藏文当中应该有这2位的名称，但是还没找到，所以这里我还是没有放藏文，只是先放了梵文。那么同时期呢，当时印度有一位国王叫做大善见王，他是一位很出名的国王。所以呢，这2位仙人就特别受到了这个大善见王的这个赏识。但是呢，就像是这个俗话说，这个一山不容2虎。所以同样呢，当时这2位仙人呢，同时受到大善见王的这个赏识，但他们之间就存在很多的纷争争论，而且呢，继承了这2位仙人的这个他的弟子们，也都这个各执己见哦，而且不停的这样子在争论。之后，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说法，后世的人认为呢，就是这个婆西多呢，仙人是属于婆罗门，而毗舍密多罗呢是属于刹帝利。但当时你看所谓的阶级制度里面的婆罗门还有刹帝利，并没有那样的分别的。所以可能是之后有了阶级制度的观念之后后人才这样子去说，这2位仙人分别就代表2个不同的种族阶级的。总之呢，后面我们再谈会再多说一些哦。所以就说到这位大善见王，
他是在印度的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人物，因为那时候雅利安人在这个旁遮普地方，当然不是像现在这么大一个王国，但是大概就是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吧，就像是一个部落的王一样。那么他算是那个时代，在那样一个部落的时代里面呢，这位大善解王，他是呢非常威猛，而且真的是很伟大的这样一个部落的国王。而且在当时这个旁遮普这个地方，有印度的白人，还有原住的这个黑人的一些长期的一个纷争。所谓的印度的白人，它指的就是雅利安人。所以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会说这个白人，西方白人是一样。但当时呢，这个雅利安人他们皮肤比较白，那经典中会说佛陀是属于雅利安族，那可能佛陀是比较白的，身形这个也是比较高壮的。那么所谓的黑人是指原住民，也就是雅利安人还没有进来之前的原来住在那个地方的民族，他们的皮肤比较黑，这个身材也比较小，鼻子也扁扁的，所以雅利安人那时候就会称这些原住民呢，他们是扁鼻子人，因为雅利安的鼻子也特别的挺。所以印度白人就称他们说，这些原住民呢是边地人，是扁鼻子人，没鼻子的人等等。总之，这个互相之间就有长年累月的这种激战。但是就算是同一种族的雅利安人，这个白人之间也有很多内部的冲突。而这位呢，大善见王，他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可以说威震四方吧。所以当时呢，10个部落的这个白人，就是雅利安人，就据说那时候这10个部落的白人就很忌惮这个大善见王，所以曾经联合起来想要对付他，结果呢反而被大善见王全部收服了。所以可以说这个大善见王他就是凭着一己之力，把自己雅利安人白人之间的内乱都平息了，而且他也真的保护了这个吠陀的文学还有这些宗教义理。所以就像刚刚说，大善见王也特别的保护跟后代刚刚的这个赏识前面的2个仙人婆悉多和毗舍密多罗等等。也就是因为这个大善见王的这样的一个保护之下，所以这些巨作，可以说重要的这些著作才能够流传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半个小时之后再回来。好，接着继续上课。那么刚刚谈到了这个离句吠陀，
所以里面赞颂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对于自然的崇拜，比如说风啊、山啊、水啊等等，会很重视这些大自然，或者说对于神是特别的崇敬。所以这个离居吠陀就是对自然的崇拜同时呢也是对各种所有的诸神的这些赞颂。那说到神，那么就不得不提到说神话了。在吠陀当中有非常多神话，那为什么吠陀当中出现这么多的神话的内容啊？这个说法就有很多了，但一般认为就是在可以说人类的这个早期文明当中啊，也就是那个时候这个还没有太开化的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的人类会认为各个大自然也好，或者说万事万物都像是人一样的，就是有生命有感情，甚至认为说这些宇宙万物大自然他们的力量是这个胜过人类的。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神话呢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结合了或者说融合了人的这种渴望啊，还有这种敬畏啊，还有各种这种或者对于这种真理探索各种的这种情绪集合起来，就是这种神话当中就融合了各种人类的情绪。那另外一方面来说，从神话当中呢，你也可以看到它融合了在那个时代的各种的事物，那时候的风土民情，那时候的社会结构，甚至那时候的气候、天气等等也都融合的在这个神话当中以这样的一种神话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神话是对于研究这个人文史上很重要的，尤其是研究宗教哲学上很重要的。所以神话也不能轻视它的。尤其像刚刚说尤其是如果你要对于宗教或者说这种哲学思想做研究的话，这个神话更是你必须要去了解的一个课题。因为这个神话呢，是可以说是我们人类最早期的最初期的一个宗教，就是神话，而且也是人类最早期的哲学思想。当然慢慢的
就形成了更严谨的或者更深奥的这些哲学思想。但是在人类的心智还没有很开化的时候，它的形式就是以神话的这种方式呢来展现。所以如果要研究吠陀这个文明还有这些内容，或者说研究吠陀的神话，其实你在做这些研究，其实你就是在探讨这个印度的哲学，或者说你就是在研究印度的宗教。而且呢，吠陀的这种神话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譬如说在希腊或者说这个罗马，他们也都有各自的这种神话。但是呢，你说希腊或罗马的神话，你会看到早就已经有点像枯死了一样，所以不再是现在人们的这种信仰了，已经不是了。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吠陀的神话还是活生生存在着。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还是有对于吠陀神话的信仰者，所以吠陀神话可以说现在还有着，跟早就那些可以说枯死的这种希腊或罗马神话是不同的。所以要了解吠陀神话也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了解吠陀的神话，说你了解吠陀那个时候的哲学是不太可能的。尤其我们谈到佛教的时候，它就是主要它就是根植于印度的这个文明的这样的衍生出来的一个思想，所以一定也跟吠陀的这种内容是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吠陀的内容也对于佛教的思想是绝对是有影响的。所以要了解吠陀的神话是很重要的。那么当我们去看离句吠陀的时候，那里面提到的这些诸神呢，最初的形象都是自然现象的某一个部分。比如说他们看到天，哇，天是如此的广大无边，那大概力量也非常的强大，会觉得就是有这样一个天神。还有会看到太阳的时候，它可以这个长养万物。太阳可以说是所有生物生存很重要的，所以太阳一定也有很强大的力量。所以他们都是在想，当时的人，换句话说，那是当时的科学吧，当时的思想吧。他们看到天，看到太阳，看到大自然各种现象的时候，会觉得这都一定有某种特殊的力量在里面，都是神的可以说的一个样貌。这其实跟我们喜马拉雅这些很多民族还有藏族也有这样的思维跟想法，甚至到现在藏族也有这样的思维。
像是在我的家乡，我们都会认为，大部分的山都有山神。我们会说，那座山有那个山神，这座山有这个山神。或者看到一个比较古老的树木的时候，或者长相特别的一个树木，会说，这里也有树神。当然，我们是没办法看到真的树神这个山神长什么样，但是呢，口耳相传下来，我们会觉得大概真的那里有山神有树神。那当然，现在很多人会说这真是个迷信，根本没什么这种什么山神树神住在这个里面，这是一种迷信是一种迷信的思想，会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一种迷信。但是你会看到古人，他们对于这个大自然的各种现象他们是有感情的，他们会觉得大自然是活生生的，是有生命的，所以甚至呢内心会非常的敬仰，说哇，大自然有这样特殊的力量。所以从过去祖先的对于大自然的这种崇敬你会看到这是从古至今都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崇敬大自然。不然现在你会看到大家已经不太重视大自然，会觉得这是应该的，大自然就是应该为我所用。所以看到大自然现在被破坏的怎么样，能够被挖的就挖，能够被用的就被用，都被破坏了。现在我们都面临到整个环境这个气候的一个各种极端气候的这种可以说很关键的一个危机的时刻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从古传下来的这种很多的对于大自然的崇敬的这样的一种观念思想，真的是非常非常有价值跟重要，跟是有它的意义的。所以离去吠陀当中呢，总之有很多的谈到很多的神，也没时间全部都讲。但是总的来说呢，如果分类来说，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在最开始并没有这样的分类但是在大概西元前纪元前开始的时候，就有把神有这样子的分类。那分成3级，首先是天上的神，这是有上中下3级，上就是天上的神，中就是空中的神，还有下就是下界的神，有这三类。而在这每一类每一级当中又有11个级别，所以总共的是有33个级别。这在佛教当中也常会提到说有33天是同样的。当然也有没有被包含在33天中的各种的天神，但最主要的这种神呢，可以说就被这上中下3级的神大概都包括了。
所以接下来就针对吠陀里面提到的一些最主要的神呢，跟大家做个介绍。首先呢，在天上的神里面呢，我这次想介绍里面的4个神。第一个是叫做蒂奥斯，那第二个呢是叫法楼纳，第3个是毗湿奴，第4个叫做乌沙斯。这4个神是属于天上的神，其中第一个是所谓的蒂奥斯。他也叫做光明之神，这个蒂奥斯。那他是可以说所有神当中呢最原始的那一尊，而且在雅利安人，记得之前提到过雅利安这样的人，他主要从中亚从中亚出来。他们是团体生活，然后慢慢有的到东方，有的到南方，所以在雅利安人的不同的分支当中，那么他们所有都对这个蒂奥斯是非常的崇敬的，但是不同的雅利安民族的分支对他有不同的名称，譬如说有叫宙斯、Jupiter、Zeus， 还有Til、Zil、Jovis 等等，但无论叫什么名称，指的都是这个蒂奥斯。但在吠陀当中，蒂奥斯的样子我是没找到，但是呢，在一个它也称叫宙斯哦，所以这是一个宙斯的样子，我找到这个投影。那它是所有的神当中最原始的一个样子，那指的是同一尊神哦，只不过名称不同，这里叫宙斯。那不同的民族其实都对这个宙斯是有这个崇敬的、崇拜的。事实上呢，这个神呢，在很多学者认为，在雅利安民族可以说不同的往东往南分裂之前就有了的，所以呢，到了东方的雅利安人也崇敬蒂奥斯，到了南方的雅利安人也崇敬蒂奥斯，所以也就是之后在希腊的、在罗马那里的雅利安人也是把这个宙斯或者蒂奥斯认为是这个至高无上的神。这是因为在当时在雅利安民族还在中亚还没有分裂之前就已经信仰的神了。但是呢，当雅利安人到了印度的那一支，到了印度之后，他们当时刚开始也还是很重视这个蒂奥斯，认为他是所有神当中最原始的，很尊重他。但是很快的，慢慢这个信仰慢慢的就没力量了，
就慢慢就输给了其他的神了，就不再信仰他了。以前最主要是信仰的是他，慢慢的就这个喜欢其他的神去了。而在离聚吠陀当中，把这个蒂奥斯和大地合称，有一个名称，称为一个是天，一个是地，就称为是天跟地，而受到就是当时的人的一个崇拜。那为什么说称为天地？因为这代表了就是说，这是一切都是由天跟地所成，所以所有的神其实都是由天地所成，所以这个天地就是所有神的这个像父母一样，所以蒂奥斯就是这个宙斯，就是所有神当中的像是父母一样。那这是简单介绍过了这个宙斯。第二个神介绍一下，第二尊呢叫做法罗纳。这个大家藏族僧人众可能知道，在马哈嘎拉年尾法会的时候，他就叫法鲁纳，他就是水神。上面你会看到有一个人，下面呢是什么呢？下面大家知道吗？那是一个鳄鱼。但是过去印度的人的画不太会画这个鳄鱼，但其实鳄鱼的那个嘴其实是比较长的，但因为他们不太会画，所以结果变成上颚变得很长，然后呢下颚变得非常短，所以这在藏族的一些绘画当中看成是这个样子。所以后来反而看了这个画像，不太像是一只鳄鱼，虽然它还是称为是鳄鱼，但其实不太知道是就现在这个鳄鱼，因为它长得不像。你的上颚被画的特别的长，下颚变得短，一长一短，变成这个样子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动物的样子。但这一幅里面呢，画的倒是还蛮清楚的，还蛮好的，一看知道是一只鳄鱼。所以这个法罗纳呢，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神，因为有些神呢是之后才出现的，但有些神是很早很早，在你可以说雅利安人那个时候还没来印度之前，他们就相信的神。所以最开始他们认为说它是包容万物的，像天一样，所以他们看着天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像天一样的天空一般的神，因为它包容万物的，所以他们就称这个包容万物的天空就叫做法罗纳。他们认为这个法罗纳神呢是最具备神力的，因为它是像天空包容万物，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呢，所以可以说他也是全知的，他可以知道所有的每一个世界、每个地方、每个人的这种各种的信念和想法。而且呢，当时的人还认为说，这个法罗纳呢是像是一个这个是判定这个
善跟恶这种道德的这样的一个评判者，这样一个代表。所以有约束这个人的和管束这个人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所以就是管这个人的这种道德善恶的这样一尊神。之后呢，现在一些学者认为说，我们现在会说一个叫转轮圣王。最早是的原型啊，就是这一尊神。但是呢，后来这个法罗纳这尊神呢，他的这样子的一种个性，他的这样一个性质呢，又被转到了其他的神身上。然后他的这个慢慢最主要就转到了哪一尊神上呢？就是因陀罗。所以总之法罗纳呢，最开始他是包容万物的，能够全知的，善恶的评判者。这样的性质哦，其实有一点类似这个这个造物主，就是像基督教里面认为的造物主，这个上帝很类似。所以总之慢慢的这个这样的性质呢，就慢慢的就变成是移到了某一尊神身上。总之呢，后来因为这个神的形象呢，他可以说太崇高了，比如说太包容万物了，太全知了，太过崇高，太过严肃了，觉得说他难以亲近哦，所以好像让一般人觉得也难以满足。所以呢，也慢慢的就被人们这个慢慢的忽视了。所以呢，他的地位也下降了。所以在离居吠陀当中呢，后来就变成这尊神呢跟降雨、跟流水有关。为什么跟降雨有关？因为天空中降雨嘛，所以又跟天空又跟降雨，它就不再是天空那么广的一个概念，变成是跟降雨跟水有关了。所以后来呢，它就被视为叫做一个水神，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缘的。所以在之后呢，在密教当中，就有这个应该是水供的时候，就有这个，你可以看到有这个水神，就是 Varuna。好，不说快一点的话，这个后面还有很多神在排队，要讲快点，不然后面的神会说这个排队排太久了，不行，所以还是要讲快一点。接着第三尊呢，就是毗湿奴，也就是之后我们会称叫做遍入天哦，这是毗湿奴。
为什么它叫做遍入？因为是它能够三步，就是跨三步就横跨天空，它有这样的能力。虚空是天空是非常的大的，但它三步就可以横跨过去，所以叫遍入天，遍入就这个意思，遍入的这样一个天神。而这个毗湿奴神呢，它最开始是跟太阳有关系的。那还记得我们说吠陀的神话里面都是这些当时的人观察大自然，所以这里是跟太阳有关。它在最开始吠陀典籍中不是最重要的神，但最后我们说太阳神是很重视，但最开始并不是很重视。但是之后后世有一部著作，文学著作叫《往事书》，那这里面就有提到有一个叫三位一体主神中的其中一个，就是当时三位就是有梵天、湿婆神，然后再来就是毗湿奴。所以那个时候在《往事书》这个文学出来提到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那毗湿奴神三位其中一个才变得非常重要。所以会看到毗湿奴神呢，他也慢慢变了改变，刚开始没有那么受到重视但是慢慢就变成三位一体的主神。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毗湿奴他就只不过是一个三步就跨越天际的神而已。那什么叫跨三步呢？他怎么跨呢？因为跟太阳有关，所以呢他第一步跨出去的时候，就是指跨到哪里？跨到东方，因为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东方，就是他的第一步。他跨出第一步就从东方要升起，所以三步第一步就是从东方升起，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这是第一步。那接着第二步呢，就是到达中天，接着第三步就是西方了，西就是落日，西方落下去了。所以就是跟太阳的这个的整个运行是一样的。但是这里有一个特别地方，就是说在中天，就是正午的时候，在过去的人认为呢，在这个正午中天，也就是在太阳位于最高处的这个正午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众神他住的地方，而且呢，也是我们的祖先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祖先过世之后，他们认为说，古人认为说，就是他们在哪里呢？就都搬到哪去居住在哪里？就是居住在这个正午最高处的这个中天这个地方。所以众神也好，或者是过去的这些祖先也好，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是那里。这有点像我们现在会想说我们希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当时当然没有这样的观念，他们会认为说，希望未来我要投身到就是中天，就是正午的最高处的这个地方，这也是最开心，是众神祖先居住，而且是他们很欢乐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他们觉得死后一定要去住到这个地方。
所以呢，片入天非常的重要。因为那是当时的吠陀时代的人最大的理想啊，就是能够到这个地方，所以毗湿奴呢，慢慢就在当时人的心中的地位就特别的受到重视，他的地位呢也有所这个提升哦。所以总之，当时的人呢就希望说，希望和太阳融合在一起，就融合在一起就可以就到达这个中天，到达这个正午最高的这个地方。所以他们会透过不同的这些供养啊等等，希望成为跟太阳融合一体。所以大部分你看到这里天上的神呢，大部分都是跟太阳啊、跟天空有关。所以你看，古代很多不同的文明哦，都对太阳、都对天是特别的崇敬的。然后再来一个是第4个神，那接着第4尊是一个女神，前面3个呢都是男性的神，第4尊是一个女神。这个女神的名字叫做乌沙斯。这是一早拂晓的时候，那时候是非常早晨拂晓，这个是特别的美的，这样的景色，这样的光芒啊，特别的美。他们就觉得哇，这么漂亮的景色，这个拂晓，这大概也一定是个什么神，所以就把这个拂晓就认为是这个乌沙斯这个女神，这也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神。为什么知道这个乌沙斯是很古老的一个神呢？因为它不只在吠陀典籍中被提到，而且在古希腊语当中呢也有提到，好像叫 Eos， 还有在拉丁语当中叫 Aurora， 欧若拉，也就是个欧若拉神，它指就是个欧若拉，拉丁语中的欧若拉跟希腊语中的 Eos，就跟这里谈到的这个乌沙斯这个女生，他们的这个词的词根是一样的。所以总之呢，就是当时呢，这些雅利安人他们不是到了这个旁遮普，也就是五河的流域。那个时候到那边，他每天早晨的拂晓，就景色是特别的美。所以他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美景的时候，那么很多这些诗人呢，那么实在是这么美的景色，就赶快要觉得要就写一首诗，或者赶快要赞美。所以慢慢就产生了这样这一尊神哦。那这一尊女神她就有什么能力呢？就是她从东方升起，她有开启了这样子的天户，然后有可以说消除了夜，就说或者说开启了白天的这样一个门，然后把夜幕把它打开撤去。
而且呢，你看在吠陀神话当中啊，对于这个乌沙斯女神的赞歌是最多的，而且是最优美，数量也是最多的。那因为就是那个美景实在是太美了，所以那些刚刚有谈到这样的一些诗人，本来可能一早起来没什么感觉，哇，看到这个美景就很自然的就忍不住的就写出了这样子的赞歌，各种不同的颂诗词哦。同时有一个说法，这个乌沙斯女神呢，她像是一个人类的朋友啊，比较像朋友的一个关系，而且呢，她永远的相貌都是非常的年轻，她是不会变老的，而且呢，就是她一直都是年轻的一个样子，而且一直保持着微笑。它是永远不会老的哦。而且呢，这个神也是掌管这个人类的年龄的这样一尊神。所以我们看到吠陀的这些赞文或者说内容当中啊，最美丽的各种的颂文也好，或者旋律也好，都是对于这个就是赞歌的话，都是对于弗罗纳神，但最美的同时也是也对于这个乌沙斯神也会有崇拜。所以甚至据说世界各个宗教当中也都有对这个女神的赞歌。那天上的神讲完之后，接着是空中的神，这里只有3尊。第一个就是因陀罗，也叫做帝释天；第二个叫做伐尤，再来一个叫楼陀罗。首先是这个帝释天因陀罗，尤其在像僧众们，你们都在印度尼泊尔，应该对于因陀罗是不陌生。他在这个吠陀典籍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尊神，因为除了对于火神的赞颂之外哦，这个赞颂是很多，但是吠陀典籍中再来就是对因陀罗神的赞歌的数量是第二多的，是非常的多的。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因陀罗神呢是非常非常的崇敬的。所以在吠陀的这样子的神话的在这种神的这种当中呢，可以说是最受欢迎跟最伟大的，而且当时会认为说是这个保护整个印度的这样一个保护神。在这个还有一个文明就是波斯文明哦，在这个波斯文明他们的经典当中呢，也有特别拜火，他们会认为说这个因陀罗呢是一个恶神，但是在吠陀当中却认为因陀罗是很重要的。
而且在佛教当中呢，也认为说这个因陀罗神是很重要的。像提到有叫释提还因哦，指的就是因陀罗神，也是佛教护持者。还有呢，在印度教里面也认为他是一个这个叫做喜见城的这个城主哦，也是被所有的天神所崇拜。所以离句吠陀当中有1/4的赞歌都是在赞颂第10天。但是呢，现在的学者们还是不知道到底因陀罗指的是谁，是怎么样一个神，不是很明了。譬如说，有的说，像之前很清楚，有的是对于这个太阳啊，或者是这个拂晓的神，但是因陀罗神没办法很清楚说到底是大自然的哪一个化现出来的。但是从这些离句吠陀各种的赞歌中来看，它呢同时具备了天上，也具备了像空中的，还有下界的神的各种的特质都包含在里面。所以其实你很难将因陀罗神分到确切说是哪一类，但是一般认为是这样的，说因陀罗神因为它是这个空中的神呢，是因为它是空中的这个我们叫做雨气哦，这种雾气雨气的一个化身。所以呢，这里把因陀罗神呢放在了这个空中的神这里。而且因陀罗神他除了是来到了印度的雅利安人信仰，其他地方的雅利安人呢并没有信仰这个因陀罗神，所以可以知道因陀罗神应该是印度独有的。大概一个原因是当时雅利安人离开了中亚，来到了印度嘛，尤其到了这样一个旁遮普五河流域的时候，以前他们最赞颂的是这个火神嘛，但是呢，这些雅利安人到了印度之后发现啊，怎么这么热？太热了，气候很炎热，哇，这个太阳不行，不够好，太已经够热，还崇敬太阳，不行。他觉得这个再崇敬太阳，这个太阳可让我们这么热，很痛苦，所以还是换一尊神，选另外一尊神吧。所以这时候就换了一个信仰，哦，能够带来降雨啊，能够带来风雨啊、风云的，这个比较好，因为他们热到不行。所以这时候哇，有风有雨，那就很快乐。所以这时候他们比较不太在信仰那些火神，反而是信仰了这个因陀罗神，这是这个空中的雨气的这样子的神。所以总之，他是在印度当中非常被重视的一尊神，但它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一尊神哦。就像刚刚有谈到，像有一些是雅利安人在中亚那个时候就信仰的神，但是因陀罗应该是到了印度之后他们才信仰的一个神。总之呢，因陀罗神很有力量，他们会认为说他是神力最强的。而且呢，他很喜欢喝酒，但是有力量，但是好像行为举止不是那么的好。他特别爱喝酒，但他不知道他会不会醉啊。反正他很会喝，他越喝越有力量。
然后呢，带领所有其他的这个神众呢，去到处四处征战。所以在最开始，因陀罗神大概这个行为就是很爱喝酒，不怎么好。再来，他又喜欢战争，又好战。所以从我们人的角度，一般角度来说，这个人又爱喝酒又爱打架，那当然不是很好。然后呢，他各种武器哦，他有闪电，然后有持着剑啊、钩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他是会乘着2匹马，拉着这样一个金色的马车，他坐在这个上面。然后呢，他带领的这个很多其他神叫做摩路多神。所以摩路多呢就围绕在他的周围，这些神围绕周围。当时有魔鬼叫做乌里特纳，所以他就去带这些摩路多神去打败这些魔鬼。所以当时有这样的一些神话哦。所以佛教当中也会说什么这个阿修罗跟天人的争斗。但可能最早的原型啊，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在当时呢，雅利安人，还记不记得原住民，比较皮肤黑一点的，他们会被雅利安人认为那些就是像阿修罗、像非人，然后雅利安人把自己当成天神。所以天人跟阿修罗战争其实是当时的雅利安人，最早的情况是雅利安人在跟那个原住民的一个争斗。佛教我们会认为说天人阿修罗好像是天人在天上，阿修罗在下面，然后总是要去争斗。当然这也是一个佛教里面的一个说法，但是从你看印度的古文明的这些神话里面来看，那是当时的真实的一个情况。总之这个因陀罗神呢，它也慢慢的越来越重要了，它就变成了这个叫第10天。所以它不仅这个因陀罗神不仅是这种叫像雷霆啊这种风云的这样一个神，而且也是保护印度民族的，尤其是这种一种像战神是一样的，代表武士的一个战神。所以要继续讲，这里神太多了。再来第2尊神呢，就是风神，它叫做发忧。这也是在我们一个藏传一个仪轨当中有提到的。好，总之这个法友，他是这个因陀罗神的一个，也像是一个手下吧。因陀罗神不是有一个金色的马车吗？那这个法友就跟因陀罗神是一起坐在那个金色的马车上。他的这一尊神的作用是能够治病，让人健康长寿，这就是法友。再来一个叫做楼陀罗，他是叫做这个叫暴风雨之神，风雨之神。其实在吠陀的这些典籍当中，对于这尊神的赞歌是比较少，很少的。
但是之后才变得比较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变成了后来的湿婆神。但慢慢的，因为这个暴风雨之神，它就变成了湿婆，所以它就是刚刚三位一体主要的其中一位了。所以湿婆最早的原型就是这个楼陀罗神，所以那个时候才变得比较重要。所以很重要，因为它是成为三位一体的主神之一。那这个楼陀罗呢，这个暴风雨之神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有破坏的力量，它对于人、对于动物，它对于疾病都有破坏的力量。那换句话说，它就是它能够给予疾病，但同时它也另外一方面具备治愈疾病，它有修复，它又有破坏又有修复之力。所以一部分是它能够给予疾病，它有这样子带来疾病，就是为人啊、动物啊带来疾病，它有这种破坏之力，但是它又有这种治愈疾病的修复之力。所以呢，它就成为这湿婆神很重要的一尊神。所以这尊神呢，它也叫做荒神哦。它这个荒神，这个湿婆神呢，它一部分又有慈悲之心，它能够修复、治愈疾病，但同时它又有这个暴风雨之神，有这种破坏之力，让人非常的害怕。所以它是一个蛮纠结的一尊神。总之呢，它最后就成为一个湿婆。但最开始在吠陀的时候并没有湿婆的名字，它是叫做楼陀罗。好，再来一个是地界的神，或者说下界的神。这里有三尊，一个叫做阿格尼，他是火神；再来苏摩，第三个叫做普利提维。可能时间的关系，这个下界的神明天再讲吧，不然呢就太多了，这神太多了，一下子讲那么多神，大家可能都听糊涂了。所以今天讲了这个天上的神4尊，跟空中的神有3尊。明天会讲一下下界的神。这些神讲完之后，同时也会介绍一下，像是大家会听过这样阎魔王，还有等等一些其他的神。然后还会再会介绍一下，之后就当然就是变晚期吠陀晚期。但吠陀这当中内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可能本来是希望2天可以讲完，但可能还得要花3天4天。吠陀时代讲完才会进入到第3个时期，是佛教的时期。所以可能会想说，奇怪，他说要讲这个密教源流，怎么一直在讲印度的这些各种的神啊？怎么都还没讲到这个密乘？但其实这都是在铺陈呢。
如果这个铺陈的这些内容大概都有个概念，有个知识基础，那你在谈到密乘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哦，对对对，之前密乘原来是跟这个有关联的，所以你就哦，之前有讲过这些内容等等。就讲到这里，我们做歌颂回向。